挖去。所以主，这是阮要主心伫你的话，求主你帮助阮，求主互阮有安静的灵，较无的心。当你的话进入阮的生命中间，就带来更新改变的气力。阮只是静静听候你，求主帮助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日咱要来看这个耶稣的生涯第6讲，咱要做伙来学习，伫这个生涯中间去看出，咱生命中间，特别是教会的生活中间，有一件真重要的代志，就是互相扶持、互相帮助。我也确信透过这个生涯，咱来学习，安怎去透过咱的生命去祝福别人。咱伫进前有看过有5个生涯，这5个生涯拢是耶稣家己亲自来行这个生涯。咱今日看这个第6个生涯吼，当然有那是耶稣行这个生涯，但是这个生涯有真侪人参与伫这个中间。咱透过安尼吼，咱做伙来看。今仔这个生涯真特别。咱若看这个生涯吼，咱若看这个生涯，咱就了解讲，伫这个生涯发生进前，咱请同工帮助我。伫这段生涯发生进前吼，记载耶稣，圣经记载耶稣伫迦百农行了真侪生涯。有真，譬如讲，伊伫被鬼所附的，伊去到西门彼得因丈母的厝，发现因丈母生这个热病，所以伊来医治好势。佫清起，咱顶礼拜有讲到，伊清起生这个大麻风的，所以这接续所行这生涯，互耶稣的名声吼传遍迄个所在。所以过几工了后。耶稣进入这个迦百农这个城，耶稣咧讲到这个厝吼，大家听见耶稣来啊，每一个人拢挖过这个厝，所以这个厝吼内面外面拢聚集真侪人，真侪人拢要来听耶稣讲道。可能有一寡人是要求耶稣来医病，所以因为人真侪吼，甚至连这个头前。这厝的头前的空地拢徛满人，咱亲像咱最近伫咧电视咧看迄个选举场吼，真侪人拢去到迄个所在。但迄个时阵，耶稣是一个厝内啊，迄个厝内底的人已经满出来，满出到厝外，聚集真侪人。这个时阵吼，咱看记着有4个人，因也一个。半身不遂的人，这个人是少年人，咱毋知影伊是为虾米得到这个病，但是有4个朋友做伙将伊抓来，要互耶稣医治。结果到这个所在吼，门外拢聚集真侪人，这张图佫画了无够精彩，迄是去到门边，其实是门外迄顶斗拢是人啊，所以因无法度带这个人送去到耶稣的面前。因为真侪人拢要听耶稣讲话，真侪人拢要对耶稣得到救，所以因就想到一个办法。咱看见着犹太人因的厝吼，是即个病的厝顶，因的厝顶吼是用一寡简单的物件吼，用一寡土粉，也是讲用一寡杂草，细粒石头甲树枝吼，大家铺成的。所以因就想到一个办法吼，因为。因普通的厝吼边拢有楼梯会当去到迄个厝顶，所以因就将即个变遂的朋友半身不遂的朋友，就押去厝顶咱看到即张图，咱看到即张图，咱会当真清楚会当将人押去到厝顶的所在。咱接续看因就将即个厝顶来拍开因这4个人若是可能是真迫切要爱伊这个朋友得到救啦，所以不管这啥物人引导啦，把厝顶来拍开拍开一个坑，等下较来补就好
所以因就将这个人吼，因为迄个人要压这个人吼真重吼，所以吼伊来用一个床铺来压咧，就这床铺有4个角对无吼，因就可能用4条绳啊，将这个人吼对这个厝顶遮来坠落去，拄啊坠到耶稣的面头前。结果耶稣讲，看到这个人了，看见因的信心吼，伊就对这个半身不遂的人讲：少年人，你的罪得到赦免，吼，你的罪得到赦免。为什么耶稣会安尼讲？咱会感觉奇怪，耶稣为什么会对伊讲你的罪得到赦免？为什么无讲你的病得到医好？吼，因为伫迄个时代吼。其实顶礼拜牧师有讲过，就讲一个人破重病，通常一般人拢认为讲，因为这个人犯罪得罪上帝，所以上帝较互伊用病去来处罚。顶礼拜咱讲迄个生大麻风的嘛是安尼，所以心内会感觉有迄个罪恶感，我一定是犯罪，无上帝较要互我得到这个病。相反，这个半身不遂的人嘛是相共。所以耶稣就对伊讲：你的罪赦免，你的罪得到赦免。叫边仔有人议论啊，当然耶稣尾仔有人不管遐人议论，就将这个人的病医好。伫遮牧师要互大家一个真重要的概念，咱一定要来抄起来，一定要抄起来，就是。控制这个无啥拄好。来，咱继续放吼。无需要大家知影，就是讲信仰上界主要的目的吼。耶稣伊伫即个人，伊一开始来讲，少年人，你的罪得到赦免。无需要大家知影，信仰上界主要的目的是啥物？信仰上界主要的目的是病得到医治吗？圣经中间为人破病，叫耶稣医治了，这个人敢会死？将来敢会死？敢会阁破病死？当然会啊！但迄个，互耶稣对死人中来医我的这个拿撒勒，今仔日嘛死啊！所以信仰最主要的目的，敢是病得到医治？我相信毋是，是爱这个人感谢上帝吗？当然，这是一个成分啊，病得到医治呢是有一个目的，感谢上帝嘛是一个目的，还是讲第三个是教会成长嘛是一个目的。但总是我认为讲这毋是主要的目的，信仰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互人恢复人甲上帝的关系。咱看见着牧师所讲即包含今仔日的第6个信仰，其实拢是要看见上帝荣光，互人，互已经信的人，甲上帝佮建立较亲密的关系。无信的人，伊会当认捌上帝。咱咧讲迄个失明的巴底买的时阵，迄个人原本认耶稣是讲这是大笔的囝，伊认为伊是政治上的救主，政治上的弥赛亚。但是后来，伊知影伊是上帝的囝，是要拯救伊全人的上帝。顶礼拜迄个生大麻风的人嘛是相共，伊因为生大麻风，所以无法度去甲圣殿敬拜，甲人甲上帝的关系拢破坏。但是耶稣互伊的病得到医治，互伊当重新甲上帝建立关系。今仔即个嘛是相共。耶稣毋是单单要医伊的病尔，是要恢复伊甲上帝的关系。所以耶稣讲：“你的罪得到赦免啊，互伊心内迄个罪恶感消除啦，互伊罪会隔绝人甲上帝亲近的一个原因嘛。所以伊的罪得到赦免，就是伊会当恢复甲上帝的关系。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真正爱真清楚，信仰上界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恢复咱甲上帝的关系。今仔日咱生命中间，咱拄到的
也是讲听到、看到的信念，主要的目的是要帮助咱对上帝更较亲近，互咱甲上帝关系更较坚固。这是信念上介重要的一个目的。所以毋通较无信念，讲我破病，我期待上帝然后医治好势，这毋是信念主要的目的。信念主要的目的就是，互你更较坚信上帝。所以咱继续来看，咱今日所看这段经文吼，真特别的就是，这些朋友吼，伊要将这个变水的，讲半身不遂的人，对厝顶来堆落去，去到耶稣的面前。我相信当时阵有绑4条绳啊，绑伫迄个床铺，来堆落去。而且死个人佫爱真细腻哦。你若一边较出力，一边也是讲3边出力，一边无出力，迄人可能跋倒。所以牧师今仔要用4条绳啊，甲大家分享。这4个关键，这4条绳代表4个真重要的关键，互即个信念会当发生。第一项，就是这个朋友吼。因这4个朋友，每一个人拢有一个真丰富的疼心。虽然咱今日毋知影这4个人的名，但是咱知影，这4个朋友真关心、真疼这个半身不遂的少年人，而且伊毋是干那关心尔，因阁有实际的行动，帮助伊带伊去找耶稣。咱毋知影这4个人吼，伊是当时较明捌即个半身不遂的，有可能讲伊还未变遂进前，还未破病进前，因就是因的好朋友。安尼实在是真正好朋友，叫做患难见真情，对无？人患难见真情。有时阵吼，咱若较有的时阵，会当帮助人的时阵，真侪朋友拢会活过来。但是当你拢无啊，失去一切啊，你无法度互人、别人其他的物件时，佫留伫你身躯边的，才是真正的朋友啦。如果吼，这4个朋友是即个半身不遂的人，已经破病了，较甲伊结交做朋友啊，安尼佫较好，佫较可贵。因为因愿意甲即个人成做朋友，因为即摆的人吼，拢是评估利益了后，才甲别人结交啦。但是这4个人毋是安尼，所以无论安怎，咱知影这4个人真正是即个半身不遂的人的好朋友，因真有疼心。所以咱的明白就是讲吼，若无疼吼，这个朋友无可能帮助即个变遂的。咱今日来反省伫咱教会中间，咱教会中间互相扶持，拢是起坐伫即个疼的基础顶面。所以咱要找好朋友吼，都爱来教会找啦。保罗伫即个哥林多前书13章伊安尼讲，我说书会当讲万人的言语，甚至是天使的言语。若无疼，我就真做蛋的拉拔，响的拔相共。我确实有先知讲道的能力，也明白逐样的奥秘，逐样的财物，而且有全备的信，会当互我会当移山倒海。但是如果若无疼，我就无算做是啥物。我若会当将所有的尽这颂扬人，佮献家己互火烧，无疼，就一切甲我无利益。所以保罗咧讲吼，无论你有啥物款的才调，啥物款的文书，其实疼是真重要。疼爱甲这文书配合起来，才会当成做真侪人的祝福。咱看见这4个朋友，因对这个人是充满真大真大的疼，疼到带来迄个较无的心嘛，疼到将伊互因有气力拖这个人来压去要去见耶稣。拄着困难，伊袂放弃，伊袂讲今仔遐尼侪人，咱排袂着啊，咱转来。因想办法对厝顶来放落去。所以疼吼会当突破真侪阻挡。我常常咧想讲，牧师
我的人生中间吼，我今仔日为虾米会当认捌上帝？为虾米会当信靠上帝，甚至会当服侍上帝？是因为有真济听我的人，因对我无放弃。我是第一代信徒，阮厝里第一个信主的是阮小妹啊。阮小妹当信主的时，拢叫我妹呢。我讲啊，你去教会要创啥？啊，无要好啊读册，啊走去教会。佮改成陪祖安尼啦吼。我迄阵对这信仰无明白吼，一直来骂吼。阮小妹吼，有若是，其实阮小妹伊性格无啥好，但是信主了吼，对我特别好。伊嘛真聪明啦吼，伊知影讲甲我辩论袂赢啦，所以吼，伊拢偷偷放一本圣经放伫我的房间啦。我无闲吼，有时要去上厕所的时阵，就摕来看。慢慢虽然有足侪看无的所在，但是慢慢吼，对迄个圣经中间了解即个信仰。所以而且吼，我去读大学的时阵，佫拄着真济无放弃我的人，因对我付出真济疼心。所以就是因为这个人帮助我，互我会当认捌上帝。我心中是非常的感谢，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咱毋通安尼讲。譬如讲，咱对一个人传福音的时阵，特别是咱的亲人，咱毋通讲无可能，这人绝对袂信主。如果伊会当信主，全世界人拢会当信主，因为做派团的嘛，咱毋通放弃啦。咱持续替因祈祷，用咱的智慧，不断替伊祈祷，互咱有机会去接触伊。我相信用即款的疼心吼。真侪人，哪少的心也会被感动啊！亲像即四个朋友相共，对即个半身不遂的人无放弃，所以因有丰盛的疼心。咱来看第二项，来，咱看第二项。第二项吼，就是因有坚定的信心嘛吼。咱看见着即个半身不遂的病人，是伫四个人的帮忙下面，才有机会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而且透过安尼得到医治。如果咱来去看其他福音书吼，咱会当发现，强观福音书就是马太、马可甲路加，这三本福音书，同时拢写耶稣看见着这个人的信心吼。耶稣看见着这个人的信心，所以这个信心吼，毋是单单是这个破病、这个半身不遂的人本身有信心，帮助伊的人也有信心嘛。这点是值得咱特别注意的，就是因为这个人的信心，排除一切阻挡，将这个变遂的病人带到耶稣的面前。所以牧师拄则有讲过，因除了有丰盛的疼心以外，因是对耶稣真有信心嘛。所以相信，只要因将这个人送到耶稣的面前，耶稣绝对会医治伊啊。这绝对无放弃的决心，是对疼心甲信心所产生的。如果因无对耶稣有这款的信心，因拄着困难就想要停止，安尼就无可能完成这个心理。所以，牧师要对大家讲，咱要将福音传出去吼，咱除了有丰盛的疼心以外，咱对咱的上帝也爱有信心。亲像咱若对一个人有信心吼，咱就会当替伊做好的见证。咱若对咱的上帝有信心，咱嘛当做真好的见证。信心会当带来真大的突破。我牧师伫大约伫10年前，我捌参加过一个咱台湾真出名的企业家所举办的一个餐会。伫这餐会中间吼，因邀请这个美国一间韩国教会的宣教师，伫台湾的宣教师。这间韩国教会是叫做韩国恩惠教会。迄个时阵吼，伊提起着因这间教会吼，大概是
迄个时阵大概30当前成立啊，所以已经教会成立的日期甲咱教会差不多。啊，因头起是对3个家庭开始，但是因有一个信念，这信念就是要将耶稣传出去。所以伫上帝恩典祝福下面吼，这间教会伫真短的时间，就真快速成长。因为因有深信一件代志，只有耶稣会当改变这个世界，改变人类。所以因就凭信心做一件代志，因无想着讲教会家己要发展尔，因凭信心做一件代志，因将教会的经费中间的65%到80%的经费，完全拢用伫宣教顶面啊。就是讲，因教会总收入的65%到80%，拢是用伫宣教的顶面。啊，这其实真有道理呢。咱知影，咱台湾的信徒数吼，还未超过5%对无？还未超过5%。啊，咱教会奉献吼，大多数拢用伫，若教会奉献，大多数拢用伫教会人身上啊。意思是讲，真侪教会将95%的经费用伫5%的人身上啊。啊，所以因的观念无共款。因要将大多数收入的经费用伫也未信主的人身上，啊，所以因就开始对外传福音。毋通教会成长尔，因阁有一个真重要的使命，因差派宣教师到世界各国去。啊，所以伫30当前吼，牧师咧听因讲的时阵，伫10当前牧师咧听因讲的时阵，因迄个时阵已经成长吼，伫30当了后，就讲设立到30当。因拢总是会友是4000人，但是因差派出去的宣教师是10000人。一间4000人的教会差派出去的宣教师是10000人，伫全世界各地设立了几啊千间的教会，敢若伫中国就设立2000间。我10当前咧听因分享的时阵，咱10当前咱的教会教士，较差不多。大约差不多200人尔。我迄阵咧想，同款是设立30当的教会，怎会有即款的差别？因互人的较济，上帝就互因较济。啊，伫即个因咧分享的过程中间吼，牧师有发现一项，就是因对上帝有坚定的信心，所以因一定相信讲，上帝会当改变人。会当改变世界，所以伊一定要将福音传出去，将人带到上帝，带到耶稣的面前。所以这互因产生足大的快乐啊！我相信今仔日这间教会，初恳的宣教师应该有超过15000人，对真侪所在的人带来真大的祝福。对安尼，咱来反省，牧师常常爱咱知影吼。咱昨看到迄个总统大选了后，咱新的总统吼，伊咧回应这群众的时候，伊讲一句我感觉足认同，伊讲谦卑、搁谦卑啦。咱今仔日咱家己吼，有时吼，咱家己自我感觉真好，讲啊，咱教会已经圣殿已经起好啊，咱到世界上有即几档有一寡成长，毋通家己感觉骄傲自满啊。谦卑，搁谦卑啦。咱知影咱做搁无够，有太侪灵魂需要咱去拯救。除非咱对咱的上帝无信心，无咱应该爱去抢救搁较侪灵魂。牧师顶礼拜甲遮小会员做伙开小会，牧师嘛真感动。即几档的小会员，拢有同意讲将教会的经费提供，逐年拢爱提悬吼。咱过去拢。提供剩落来10%，要来做宣教基金。咱有讲，逐档拢要来宣传。我相信吼，咱只要有这意念，全体兄弟姊妹做伙来参与，咱的教会有可能成做一个宣教的教会。宣教的教会就是对上帝有信心的教会。咱做伙来拍拼，做伙来做。所以，咱接下来看第3项。第3支说啊，就是因同心合作。因除了有听心，
对上帝有信心以外，因伫服侍顶面是同心合作。咱会当想象迄个画面，即4个朋友是做伙举即个半身不遂的人。我拄则有讲过，若万一有一个人放弃，即个人就爱跋倒啊。所以因是真同心，无一个人到半途后悔。若到半途后悔，其中若有一个人半途后悔，就破局去。所以因同心合作，将这个人送到耶稣的面前。咱看见着，咱透过安尼，咱明白来讲，教会生活互相扶持嘛是同款。有时一个人扶持一个人辛苦了，但是如果有一群人同心扶持一个人，安尼就真轻松。所以为什么咱伫教会中间爱设立小组？因为小组咱能用小组较大多数比较较成熟的基督徒去关心一寡新来的朋友，或者新来的朋友较紧认捌上帝。所以其实咱来明白就是讲，教会所有的事工大家拢爱同心合意做伙来做，互咱教会会当转变迄个服侍的比例。我相信咱即摆咱教会一般普通的长老教会大概是20%咧服侍80%的人，咱教会是比这个比率较悬，咱大概有40%还是50%的人咧服侍其他的人。其实即几冬来，牧师有看见着即个比例慢慢咧提悬。但是如果咱的教会会当提升到80%去服侍20%的人，安尼我相信就亲像4个人去服侍1个人同款，4个人去扶持1个人同款。安尼连迄个半身不遂的人，嘛会当来举到上帝的面前啦。迄心灵变衰啦，也是讲信仰中风的，才拢举来啦。80%去服侍20%的，咱绝对会当完成。因为大家若同心合作，的确能产生真大的快乐。所以，生命的小组就是利用小组中间成员互相的关心、互相扶持、共同成长。这是牧师要大家提醒。这是第3条说啊。咱来看第4条说啊。虽然讲过3条说啊，第1条是听心对无？第2条是信心，第3条就是同心。咱来看最后1条说啊是啥？用一个正确的行动。咱有听心、有信心、有同心。如果咱若做毋着行动比如讲这4个朋友来拖去找别人要来拖去找耶稣，安尼就袂成功啊。这4个人因有正确的行动，因唯一的方式就是将伊带到耶稣的面前。这4个朋友真听伊，嘛会当合作，但是这4个人敢有法度互伊病得到医好？互伊恢复甲上帝关系，无法度嘛。但是因会当做一项，就是将因带到耶稣的面前。咱有时要改变一个人真困难，要扶持一个软弱的人真困难。但是咱相信上帝会啊，上帝会。所以因互耶稣来改变因，因的方式就是将伊带到耶稣的面前。教会生活的扶持的事奉有一个重点，就是咱毋是单单关心安慰灵性拄着困难的兄弟姊妹，是爱来扶到耶稣的面前，去得到改变的力量。我相信这4个朋友若照顾伊若无将伊带到耶稣的面前，伊爱照顾因一世人。但是，一旦因凭听心、凭信心，佮合作。同心来带到耶稣的面前，安尼就无问题啊。因就毋免服侍伊一世人，甚至这个人将来会当成做因的帮衬。所以因做一个正确的行动，互这个人认捌耶稣。所以有的兄弟常常会对我讲：牧师，我毋知影要关心某物人，或者足歹关心的。实际上，我的回答就是讲，咱伫关心伊的过程中间。爱将耶稣介绍予伊，咱提供因协助，毋是简单帮助伊，
顶回牧师讲过，如果你若帮助伊，你听伊，伊只会感谢你，感谢教会，伊袂感谢上帝。但是咱将伊带到上帝面前，互上帝亲自改变伊，伊永远拢会记起上帝予伊的恩惠。这就是信仰上界重要的目的啊！建立伊甲上帝的关系，恢复伊甲上帝的关系，这是信仰上界重要的目的。所以，咱伫参与伫上帝要伫咱中间所行的信仰的中间，咱来把握这个真重要的原则，就是爱做正确的行动。所以，愿上帝互咱的教会，咱才做一个用听心、凭信心、肯合作、互相扶持，互每一个人拢会来到上帝的面前，甲伊建立关系。最后，牧师要甲大家讲，咱看见着今仔日这个主角，这个半身不遂的人，伊骹袂当动啊。检测伊知影耶稣来，伊嘛无能力靠家己的气力去找耶稣。但是伊做真好运啊，有即世的朋友，听伊佮对上帝有信心，佮会当合作的朋友，因伫伊上界需要的时阵伸出援手。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如果咱生命中间有即款的朋友，毋知要偌好诶。但是吼，佮较重要的就是两项。第一项，你要去倒找即款的朋友，就是来到教会，因为教会兄弟姊妹当互相扶持。佮较重要的是，你爱诚做别人即款的朋友啦。你爱诚做别人即款的朋友。所以，咱伫教会生活中间，要经营真水的教会生活。咱着爱有即个觉悟，有即个意念，咱爱互相扶持，行即条真无好行的天路。愿上帝亲自赐福互咱，互咱伫人生拄着困难的时阵，伫信仰需要帮助的时阵，伫读经读袂落去，祈祷较无气力的时阵，有一群会当互相扶持的兄弟姊妹。大家共同激励，彼此帮助，来到上帝面前领受上帝大的气力。所以这个时阵，牧师要替大家来祈祷。咱将咱的目睭起来，咱求上帝这个时阵，透过圣神的气力帮助咱、激励咱，互咱专心向上帝。咱对上帝讲：主啊，我要伫教会找到这个朋友，我也要诚做别人这个朋友，是一个有听心、有信心、肯合作，而且有做正确的行动甲决定的这个朋友。咱中间如果有人需要人替你祈祷，你会将你的手举起来。你拄着身体病痛、心神的艰苦，求上帝要帮助你的，你当将你的手举起来。咱这边有需要兄弟吼，需要人替你祈祷，你将你的手举起来。其他人，咱对上帝讲：主啊，恳求你帮助我。我伫人生拄着困难，信仰人心倒退时，有好的朋友来帮助我，也求主的圣神亲自充满我，我生命更较更新。我专心信靠你，我靠你。亲爱的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
阮透过你的话得到帮助甲激励，求主伫阮的教会中间树立大的恩典。阮所有的兄弟姊妹，当彼此并听心，并对你的信心，同心合作来荣耀你的名。互阮会当带每一个失丧的灵魂来到你的面前，求主帮助阮，你亲自查看阮教会中间所有兄弟姊妹，阮愿意决志来服侍你，用阮的性命来荣光你。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